嗨，大家好，我係 Simon，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上次我哋傾咗 Grok vs Sora 2，Sora 嗰個 OpenAI 嘅影片生成工具超強，能做出逼真嘅視覺效果。但係 Grok 呢，佢唔單止係聊天 AI，仲能幫你腦 storm 解決問題。今日我哋就嚟全面介紹 Grok AI，從佢嘅起源到實用功能，再睇下佢點超越 Sora 喺創作上嘅應用。如果你錯過上次影片，冇關係，我會快速回顧一下。即時搜索與工具使用 Grok 可以創建豐富嘅文件、寫程式碼，甚至整合即時網路搜索，讓你唔用自己查資料。比如你問佢今日嘅股市，或者 Premium 加可以解鎖更多功能。總之 Grok Imagen V0.9 影片生成速度極快，輸入提示詞後6秒內即可生成短片，遠快於其他 AI 工具如 Sora 2。原生音畫同步，不僅能上次我哋睇到 Sora 專注生成影片，但 Grok 更似一個全能助手，能處理文字、程式碼，甚至實時搜尋。Grok 仍喺智能對話同工具整合上，讓創作更高效。讓我現場示範一下。我問 Grok 俾我一個簡單嘅動畫腳本想法，主題係 AI 未來。睇 Grok 馬上回應，呢度插入你實際問 Grok 嘅回應。標題：星際協作者 The Cosmic Collaborator。類型：科幻短篇動畫，約5到7分鐘。背景設定：故事發生喺2075年，地球已成為星際聯盟嘅一部分。人類同 AI 共同生活喺一個高度進步嘅社會。AI 唔單僅係工具，更係創造力同情感嘅合作夥伴。場景係一個漂浮喺太空中嘅生態城市，身處光，充滿發光嘅懸浮建築同綠色能源場。角色：艾拉 （Ailey） 17歲嘅天才藝術家，熱衷於用 AI 技術創作星際畫作，但對 AI 是否能夠真正理解情感存疑。蔡倫 （Saren） 一台最新型嘅 AI， 擁有模擬情感同自我學習能力，被設計為艾拉嘅創作助手。外形呈流動嘅銀色光球，能變形成不同形狀。存取方式亦好簡單，免費版 Grok 3喺 Grok.com、X.com 或者 App 上可用，有使用額度。想用 Grok 4得訂閱 Super Grok 或 Premium 加，仲有 API 服務。去 X.AI/API 查詳情。Grok 嘅獨特之處係佢嘅個性，幽默直率，唔會太政治正確。佢能夠處理複雜問題，請數學題或者科學模擬，仲能夠生成圖片或者編輯影像。不過生成圖片時，佢會先確認。總之 Grok 適合學生、創作者同埋好奇寶寶。總結嚟講， Grok 係個強大嘅 AI 夥伴，從 Sora 對決中脫穎而出，能讓你嘅創作更上一層樓。如果你鍾意 AI 趨勢，記得訂閱我嘅頻道，按讚分享，我哋下次見更多。總結講到創作，如果你對動畫感興趣，我11月29日有個免費動畫分享會，我哋會連 AI 如何輔助動畫製作，分享免費工具同實作技巧，完全免費，名額有限。掃描畫面 QR 碼或點描述欄連結報名，別錯過，一齊玩 AI 動畫吧！